前国内新冠疫苗的追加剂，这个注射率大约是5成。英国有一份上届新的研究，讲为着奥密克戎的确诊者，预防车脑注到3剂，会当来讨解着症状，平均4.4天就会恢复健康，比一般的感冒减一半时间。另外，咱家己研发的治疗新冠病毒的中药，进前有清冠1号，今仔日这个阳明交通大学搁来发表着新药品。 5大盘中药对付新冠病毒各有新希望。过来阳明交大开发这款净冠方，用伫咧一般感冒的患者，透过吹取含用片康速消器方式，发现会当改善症头。进一步动物实验，嘛发现会当防新冠病毒。给这些第一线工作的同仁，让他们来在高危险状况下来使用，来达到弱化、跟净化、跟预防感染。去年摕到 EUA 紧急授权使用的清冠1号含净冠方比，清冠1号有黄芩、臭草10种药材，研究证实会当帮助确诊者恢复健康。今麦当伫咧研发针对重症患者的清冠2号，啊新加入的净冠方，使用茶壶或用5种药材。 初步用来预防，算是中医春园，也未到 EUA。量产哈，这些要合法啦，也要合到法律的规范和联合医院里面的院内的试剂。那目前流通也还 OK， 病人只要买哈，我们在4联1的一个体系里面得到这个处方。研究团队冇讲到净冠方真适合轻症居家隔离的人，上大的效果是预防。除了药啊研发，英国研究冇发现注过追加剂感染的风险得减半，亲像一般感冒症头差不多挡7天到10天，不过注过2剂确诊者感染奥密克戎了后，差不多挡8天外。若是注3剂，就干那挡要4天半。冇大家看到注预防剂唔来当防重症，可当减少各样。现阶段赶紧注第3剂，恐惊这是上要紧的代志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